台语歌手庄雅文对112年开始就一直予一个新加坡歌迷骚扰。今日4月呢，这个歌迷佫走去邦桥街头甲等，这庄雅文就去甲高雄法院申请保护令，找三庄雅文呢来到高雄参加公益演唱会。这个歌迷佫去甲伊骚扰，伊就随报警察啦。啊，这桥头地检署依照违反保护令，向法院声押核准，日后会甲这个歌迷赶出境。 优美的歌声，国在场的民众听甲真入迷。台语歌手庄雅文初三来到高雄参加一场公益演唱会，不过伫咧上台进前，庄雅文是再次受到这名新加坡籍细老的查某歌迷放刁，讲要来演唱会现场等等记，和庄雅文是惊甲赶紧报警，因为这名细老的歌迷用卡电话、假电子批，甚至跟踪等等，前后骚扰期已经伫边2年的时间。本分局严请于被害人准备上台演出之际。 即向刘姓女子出示保护令，告知已违反相关规定。 警方按照违反跟踪骚扰防治法，甲细老的歌迷以现行犯逮捕，移送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庄雅文听到这个消息，表示细老的歌迷自112年开始，都用尽各种的方式来调查伊的生活。虽然有保护令，不过对方也是一直透过网络来骚扰伊，几暝几日，伊真正唔知要安怎。羁押头地检署表示，被告的行为已经对庄雅文的身心造成不良的影响，检方的这个侦办无被容忍。有反复实施违反保护令及跟踪 骚扰之余，向桥头地方法院申请羁押获准。他只要是通讯软体的骚扰，就也是违反保护令了。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再提告，说好，反正他之后就离开，然后我就是忍，我就不要理，因为冷处理对这种人也许是一个方式，不一定嘞。我就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用。 因为未看到歌迷登记的骚扰，庄雅文雄消散落吧，即摆听到细老的歌迷放羁押，庄雅文讲总算会当好好食饭，安心啊困。记者李新武、柯家如、柯兆阳综合报道。